叫我會食到人先。哎呀，歡迎各位即用佢一查，即係會用佢即食。歡迎大家到底嚟位邊咧學見，我係到底嚟邊咧學見節目。即係禮拜咧，我人阿妹即係話題，我實在才講你會出去傾着聖經啊數。所以即係禮拜你講半段話題咧，我會聽到我嚟特別先，我冇必該本先啫。到底club Google Meet 攞嚟聽到我嚇。Hello testing 1 2 OK Google Meet 會嚇會是16沙歡迎。Hi，歡迎。我不要講好嘅。歡迎咁大家好嘅大家好嚇。大家好叫大家好。แล้วก็阿龍。冇啲，唔知可能先起啊，又唔知去邊個做工起啊？頂個白青，歡迎白青。Hello， 大家好。然後個嘉貢，歡迎。Hello， 大家好。然後個 Clubhouse 入邊嘅，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狀啊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南晒啦，唔知困唔困？我講 hello， 我就去困啦。伊是隨咗好誒，聽個後尾就 topic， 你知唔知？嚇，平時是早早困嘅，攰 topic 攰講了就是困嘅。OK， 南晒了個茶米粉，我唔知個地到底什麼地，即係困幾位。半減啲，大家好。個細漢呢？細漢呢唔知困幾位。I think 困幾位咧，細漢呢？แล้วก็มามากูบอกชักคุณนะบอกเสียงแต่พี่วิวว่าก็เดียวอีว่าว่า冇ดีว่าดีแล้วก็เบสกอง大家好，我唔是笨蛋。แล้วก็กะลีไม่ใช่หมกกุ้ยช่างชอบทอดเสียงจะได้กะลีหมกกุ้ยช่าง Hello， หมกกุ้ยช่าง即係你話我講笨蛋，我是感覺到啦，我唔知安怎啦，是個隨咗笨蛋人。我有當時感覺到我有當時是笨蛋人，有當時個唔是笨蛋人喎。我淡薄，佢老師是咁講啊，我淡薄笨蛋會錄音，只個你嘅軌跡。了對來了啦，阿龍對來了，伊唔知去得落喎，阿龍都去得落，伊冇聽到那聲，因為冇開 speaker。咱特別問看伊頭媽去做啥物？阿龍，伊冇聽到啦，當然話你聽到，阿龍啊，你到底得落？你頭媽走去得落？你走去外口下？伊走去做鬼。你做鬼都冇上方位，冇上所在啊！你做鬼是到底另外一邊嘛？特別你自己另外一邊出來喎。會做鬼。頭媽，你無地，我人唔知你走去倒落。外口有這種包過你嘅。哦。我去搬物件。哦。Hello。我人想講你去做鬼。我做鬼喺這邊做鬼。有時啊，我知到一邊嘅做鬼邊。特別我俾梅人 ，sorry 我食物件，但我食一隻等陣我包曬。個好食喂姐。食平。喂平，OK 我俾梅人，是唔是大人冇笨蛋嘅事？啊是笨蛋人成性格笨蛋，我嗱沙嚇，我就笨蛋本咯，特別我愛做嘅物件，我個骨力做喎。我垃圾笨蛋有陣時看你笨蛋係咪啦 double standard 嘅啦，有人哦。你愛做物件都做下。你愛做嘢下，你連嘢嘢對，你咪做嗬，你就這時間本是治療邊個就是買天叮當。係咯。我垃圾是 double standard 啦。大人冇笨蛋意思咯，有啲物件你是買做是笨蛋。對啦。有看你笨蛋啲係咪咯？有人是伊笨蛋加兩件喎，伊是甲厝關係伊就笨蛋了，伊就咪做。伊個若啲伊嘅身軀水水就不要緊，伊隻骨力去整，伊隻骨力去買，伊頭毛就水係咪個咧隻骨力嘅，伊做就是。然後有人是身軀個咧無咪關嘅，伊個若骨力厝嘅物件。是咯。嚇，
會㗎，我清茶水我第一水步骨力同我水水就是厝的物入邊件。我第一骨力是厝的物件。想我們想，我只是講特別我們是精光album 那種，啲厝裏面精無光。 ，sorry，我第一份段就是做出來的物件。啊，我就是講做出來物件，我精光 album 那種。我舊我本是位做出來，我半段做出嚟嘅物件。嗯，我半大做，特別我愛半大做，特別我們未看未開，其實，所以我哋阿妹們是條做嘅，就真係你半做，你咪俾佢請人嚟教你做咯，請人教你做就係。我講版是，我個劍俠唔知你教我寫咯。啊，愛請人去教你寫㗎，你愛隨手你先咪講，你跟他做亂了，你無愛做，你身邊人就做得杜亂咯，因為你就咪做咧，特別你家己嗰隻教過，你家己嘅數格硬件，了別行嘅，隔了你唔咪做，你別使本嘅嘛，你特別 balance 嘛，嘛那會使講，即係件，我做亂事我無關了。是咯，咪肉咧就別使生，嚇，你別使生，別使做亂了。南細路講咗掉啦，係你是 logic，特別半段係人啊，就是半段啊，就咪做啦。叫冇邏輯嘅。我咧是愛做半大，特別我即係是攞嚟邏輯了嘛？即是我邏輯是冇邏輯嘅嘛？攞電，我嚟半攞電係咪？我做邏輯做工嘅，是乜做做工？誒，而且 OK。人按照講 classically traditionally 按照講人是笨蛋呢，愛食咪做，愛食咪做，對，愛食咪食飯，係你咪食飯就是笨蛋。我係食飯。我寫了原來盤雞最淡淡嘅了，咪切咧。咪食飯，我食了我係。啊，你是諗暖，唔係笨蛋。拉上來個隻笨蛋。寫了半蚊寫個成大可能嘅了，寫個原來。唔係都會一個清氣啊，是笨蛋咯。人講垃圾人較就是笨蛋，是笨蛋人較就是垃圾，還是垃圾人較就是笨蛋？人較就是垃圾咩？唔是垃圾人較就是笨蛋啊！對，我笨蛋垃圾人笨蛋，笨蛋人較垃圾。無相，完全無相。啲仙姑都冇垃圾，伊白去垃圾樣啊！啲，真啊！到時我我一個笨蛋嗬，我會。毛個講了保險啲講。OK，我一個笨蛋啦，特別都講唔使笑嘅嚇，成講成日咪笑啊！誒，笨蛋崩西喎。喂，點？反正我過你買潮嘅，係咪？使，安怎會笨蛋咧？ Because 我大把被 complete 的哦，我大把會行三刀是兩刀的咯，所以我獨爛的哦。這唔是笨蛋本啊，這是我冇佢哋耐心坐掉一邊慢慢開掉你嘅係半段幫幫照嘅。笨蛋長 A，笨蛋長 A 冇。我有當時嚇，半段長 A 咁 A。我有當時笨蛋長 A 嘅話。笨蛋係咩意思？我再講，你並拎嘛，你拎，係啦，垃圾。有往時 feel 到垃圾頭毛冇咩油啊！你看你好，你冇哎呀，不去再經常笨蛋長嘅。如果說在我長一隻字白燈嘅嘛，所以隻字就俾你起角角做個咧，上啲我就女人買做咯，一咁咪買長。有啦，馬來西亞人若是落雨天嘛，笨蛋長 A 個。是啊。笨蛋車，笨蛋長 A。落雨時是第好困啊。我第一笨蛋係什麼啊 ？exercise。啊，是我們講。啊，我分享。exercise 嗰條換沙頭沙長 A 嗰條，哎呀，真係真坑虧啊 exercise。第一線都先。我是我唔識 exercise 我就笨蛋，我只 start 一度 OK 啊。是咯。這笨蛋我是應該未笨蛋食啦嚇 ，OK。誒有本 actually lunch time 係定到 lunch time 係我笨蛋食 lunch 咋。我一個朋友先呢，一笨蛋食。所以我變咗冇食 lunch 咯，當然。不，你笨蛋食 lunch 咧，嗬，是因為 maybe 是無方便個，你愛行去遠較遠嘅位買啊，是落canteen啊，是咩安尼款啩？咁我講話嚇，我笨蛋。我呢？
读册，我本段只係是，我本段只係是因為這工咯，我係工你做掉啊嗬，我覺得 OK，起個來食佢不食嗰度叫死，我覺得到底嚟做下聊點事，所以我一頭冇就硬係做過去，一份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曉。誒講起啊，嗬，伴大做 homework 啊，我嗱心就節奏嘅，你知喎。安怎講下？半大做 homework 啊！我同你講，我真係半大做 homework。你咪就了解你學生嘅心情咯。我就了解嘅，所以無人會騙過我嘅。我有當時啊，有 student 啊，嗬，一講嘅理由啊是啊，我同佢講嗬，你以為我小的時候沒有這樣子做過咩？我講下，好多人啊，還沒走啊，嚇，我本 test 過啊，你咪騙我啊！冇，我同你講嗬，我細漢嘅時是而家是半大噶嗬，แล้ว我是 class monitor 嚟嘅時候，我是叫去 office 會做功課嘅。哎呦，你上面都冇教功課嚇？係我冇教功課啊，我到厝啊，我真正半大愛做功課。我是看到啲功課咧，我就成 stress out 呢，我就無想愛做了咧，我就放掉，並我無去理伊咧。然後呢，去到學堂啊時，好就是真係理由嘅咯。然後當時未去早起啊，然後無呢，我第有一週呢是真好笑嘅，我咁好嚇，我寫到佢一面啦，然後佢婆話伊是有釘，佢釘嘅嘛，中位嚇。中嘅位啊，咁好寫到佢一面呀嗬，咁我佢貼起來就講嗬，哦冇小心嘛，唔知安怎咧，一面冇去掉，安尼款嘅理由會寫出來嘅啫。嚇！我是真正係半大間，你看咧，我一頭半大間放快去嘅。我放課嗰時我嚇，我放課嗰時我對條其他嘅朋友嘅咧，做一個半大啦，唔是跟我是人嚟啦。我人是一年內面啦，嗬無教過家人，無教過我人嘅佢婆話啊，嗬一頭是無教一年。你係你 teacher 我嗬，伊講下嗬，刷了你人愛教就教啦，無教就刷啦。你講哦 OK 啦，免我人無教，一頭教放課，我規日放課是一頭無做功課。我是真正半大做功課，特別我唔敢無做啦。嚇！我是真假嘅，我是真半大出名，真半大咧。我會幫頂無去學堂嘅。แล้วว่าตอนแต่งบุก去學堂啊，就是半大去學堂啊，好，我就是頭講啊無 continue 困啊，傻咧，我唔係去啊，你講咧，แล้ว就無去哦，แล้ว我 attendance 好是 because 我是頭一班嘅嘛，特別咧好，佢哋頭一班嘅 attendance 啊，第差就是我了。哦 because 我係30幾日無去學堂嘅。哎呦，今年內面嚇，我是真嚴重嘅。你是但係真正教嘅人啊！冇，我 result 佢免去。冇我 result 都唔是真正好嘅，特別呢，我冇去學堂啦，特別我是做厝咧，我是有 study 嘅啦，冇所以你講啊，是半大去學冇堂，你唔是講半大讀冊。對，我家己 self study 嘅，哦。แล้ว我買真濟啥 exercise book 啊 workbook 啊，嗬，我直接做嘅咯，直接做。哦，所以你唔是半大讀冊，你是半大去學堂呢。แล้ว特別呢，我嘅 result 咧，就是講我冇去學堂，我嘅 result 冇講差個真正差。表啊、donkey 啊，我 at least 本第差冇一個 B 咯。哦。你做咩事嚇？你做咩事半大去學堂是蝦米事？你半大是學堂無爽，還是讓你行嘅考上班啊？啥物？半大去學堂聽 teacher 講話咪就閒咯。你是 rasa 因為 base too slow 嚇？Yeah. And it's 頭一項無，你只 feel 無 interesting 嘛？你物件就閒嘛。然後特別我 math 實在是差嘅，真係差嘅一款啊！我是講到 math 係最差嘅咯。特別無 feel 啦，無 feel。然後
唔知啊，我 feel 着講去學堂嗬了點聲啦，因為我做厝嗬，我做厝成日講我讀 Apple 班嗰時呢，我 Form 1 Form 2呢，我就是只漸漸幫整呢半了誒，然後就是特別我幫整唔是走出去嘅，我是做厝嘅位爾誒，然後我咪聽 radio 啊，開條 radio，讀我 pad 啊，做我 workbook 啊，安尼款咯。特別安尼我唔是你唔是笨蛋，你是無暑假去學堂，你唔是笨蛋。是咯。呀，係啦，after that 啦，after that，伊走去學堂做工。對啊。有你笨蛋去加車啊，定當時。病我 stress 時咧，我後尾嘅幾難，後尾嘅一兩年，安尼款我有出現咯，就面講我是無笨蛋，你是無愛去做。佢是無暑假，佢哋講了。แล้วแต่所以你較笨蛋了咯，成日講哎呀，會使買去哦，安尼款咯，安尼款係心情啦，安尼款係心情。會使買去加車哦。一直到講校長，我今天可以不要去上課嘛，很懶惰今天。冇啦，梗係講我，哎呀，我頭很痛啊，我今天不能啦。係啦，也 reason 用個咧，我今天頭髮很痛啊。我每一年啊時啊，我 resign 以前嘅迄一年咧，嗬，我 resign 迄一年啊，我漸漸 absent 咧。我漸漸 absent 咧，太暖啦咯。係我真暖，我冇辦法啦。你成日馬路本時話你講你心情嘛，咪冇面上係波攝啊。少啦，我是真，我是安尼講我嗬交一個勘站啦，就講我 already try 過佢嘅物件了啦，都冇興趣啊。แล้ว冇興趣那時候我就失半段咧喎。是啦，家姐佬咪先呢。แล้ว我半段嚟講啊，直頭放棄賣掉嘅，我就 extreme 嘅，我就笑嘅。棒㗎啦，你頭殺佢先咁嘅。我咪錄實啊，你款想咯。你教博士幾年啊 ？professionally，I mean，自從你冇加車10年咯。係就落自學生啊。係冇係啦，特別我會明白講你啦，我會明白學生嘅心情啦。當今呢，你笨蛋呢，咪笨蛋咯。特別你愛在講蝦米點聲，你應該讀還是你讀就對了，咁樣款。你們趕快教啦，老師也很不想教你們，你知道嗎？你趕快把那個功課交上來，我可以跟你的爸爸媽媽交代。老師也很不想教，那我也很想回家，你知道嗎？對話，一坦白 honest 所以坦白咁你講，我其實你講半段，講半段做功課啊，個老師咁你講，我是半段會教我嘅，就冇法度，冇法度。我要吞下，我想我忍吞累累啊，吞累累一個咧白白治療，看係很款。下來就就係看戲，自己嘅 iPad 嚟，自己看戲。問下你爸講啊。有當時安尼看呢，有當時人啊，伊人真正笨蛋。我本會明白啦，有當時你成日講，尤其啊中學生啊，嗬，伊人是講着愛寫 essay 爾啦，伊人有當時伊人就 stress 嘅，咧伊人就買咯，買了好，我講 OK， 你們不要嘛，對不對 ？OK 可以，那麼你們要自由活動嗎？可以，但是呢。有當時自由活動15分鐘啊，你看你都知道在等。但是呢，爸爸媽媽問的時候，你不能夠講我給你自由活動的咯，不可以講啊。這些我你看，可是哈，如果萬一家長知道的話哈，我很慘的哦，這樣。然後student嚟講，我們不會講的，我們不會講的。你看，你們講啦，我想我哋先生。先生梗係好呀，會自由活動呢個。actually 有啊，我哋撞對當時我先生先嚟，我有影接嚟都對安尼先生。伊就嚟講，我根本你不記得是你嘅。哦，嚇，我當時即招正一關咯。冇有當時嚇是 because 啊，我同你講，冇有當時是 because 人會知講成日講 student 啊，伊人放學了啊，伊人就 continue tuition 了，所以伊人真正閒，伊人冇唔是真閒，伊人真正
你就只大一啊，迄種แล้ว有當時本免講掠個安尼按啦，有當時放鬆淡薄啦，本唔是講話1點鐘半一頭免補習安尼款，本唔是本嘛，特別有當時伊人有影是15分鐘，我人咪寫一個 essay 會使哦，無 next week 再來寫安尼款，所以 sometimes 會放零淡薄咯，對。哦，我係唔是咯，我而家讀中隊嘅時候，我覺得我都係做先生啦，我按條條我小時無人俾準時，我係安尼款幾廿年，一年伊教完一年嘅，伊就嚟啊，老實講一句啦，伊有影是真正無水嘅啦 ，OK， 老實講一句啦，都用當今嘅字嚟的啊，伊應該是無水嘅，係了，特別伊直接嚟呢，我特登本叫做 Vivian 嘅，你知，我特登直接叫做 Vivian 嘅，伊名是名 Vivian 嘅。伊名是叫 Vivian 呢，而且你點知往嘅年代是在興 Vivian 炒位嘛，周慧敏、周慧敏，往前係興周慧敏啫嘛，往嘅年代，所以往度叫佢做 Vivian，我講你個上 Vivian 炒呢，你就你講所以往地啲叫做 Vivian 呢就，所以伊本上線我講嘅物件就，往地讀是一上線我講嘅物件啊，所以我講嘅特別浪流嘅啦，我結果後來你生嘅真啲多，哦，我講啊。伊上線了啊！伊講哦，無你咁樣無你kerja sendiri tak？伊我安慰咗，伊學往做kerja sendiri，所以伊規個課伊是無改咗。我唔要拄到只拄到安尼先生，我冇到只嘅，我按到條我笑起來我。你是半大間啦，講什麼來油嘅？伊是正人先生嚟，特別幹嘛什麼來油嘅？對，半大間，你一個唔要緊咯，你講學生嗬，唔要緊嘅嘛，你那個幾下拆嘅，嘛安尼樣咯，凊彩咯。咧，伊有影坐條，伊無做物件本，伊啲看條話，我咧佢包佢頭毛，做嘢，伊有影正就做些物件個咧，你就，and then 老師講一句，伊無水嘅，特別我叫做 Vivian 咧，伊就真歡喜嘅。即係因為成日話樣，特地講我有領，特地是唔是有安尼水？特別伊個唔是講嘅人，伊是只識嘅人嘅，伊個人做咩？種係只識嘅人嘅嗰種。特別俗嘛，聽到有人稱讚伊了，哎呀，了個唔要緊咯，我免做工哦，咪安尼講咯。是咯。哎呀，喂，家姐只閒嘅呀。來，先生來啊！哎呦，來講。比喻我話講先，他們講冇事，路做過 corporate 嘅講，路做過往 marketing 嘅講，他們講冇事。I mean 講你加車成日啲演唱會啊，你款你都知喲。特別加車，我 feel 到係特別 on 嘅，成個 performer 嘅款嘅。你特別 on 你腦裏邊啫嘛，你就屙出嚟搞，冇你特別 on 你會 lead 啊，你會個 classroom 特別成個 create 個 atmosphere 好，所以你 energy 就幫只借，我話啥只穿乜嘢？只穿。แล้ว阿哥啊，咪話你哈咪講唔是安尼款啦，特你講嘛是只借。咯，伊成日每成日做一個 concert 啊，啲款嘅就，哇！如果哎呀，我做有當時一小時咧，表姐啦，跟住安尼，แล้ว哇，你腦直直轉嘅喎，แล้ว哎呦，我你是唔是 introvert 嚟？你內向嘅人嗬？我是內向嘅人，แล้ว特別呢，係啦，你處家車呢，你慢慢變外向了本嘛，特別你假設你未講，你因為你外向，特別有時你假設你唔是內向嘅人，你特別需要你點聲嚟 recharge。我當然就聽到你講家車嘅嗬，我 already 第一了。我免做，because 我再講 ，OK， 所以頂到我當然冇啊。頂到我做工，我特別我特別導演嘅嘛。所以我做導演時，我是第一串嘅時。因為我被導你囡仔啊，囡仔你個被教養做物件，我開始翕，開始是細漢嘅囡仔，差唔多 between 3歲到6歲呢。你被教養做物件，你被小笨笨，伊被好像要緊嘅物件成翕。所以要見物件成翕嚇 ，because 伊可能嘅是無看到伊邊嘅手嘅做物件，係你成識較慢翕。然後成看到伊邊你特別可以成做，然後你做唔到，你個特別未講講，你做唔到，你個別做人特別 OK，咱 try 佢冇啫。哇，你別做，我翕，我同你講，我翕一個人見得好，我是用一穿架，我成日我縮，我哋鬼縮我嘅靈魂出來嘅款戲嘅。嗱啦，我同你講。咁撈
你見做未叫嘅，有影見啊，行你個未啦，一愛做一就做，一咪做一就咪做，所以你那是你見啊，大你 equation 啊，你特別曉撈，你特別曉撈呢，你就只行考了嘅。你個未撈，你個未有騙，佢騙了，你個未一做無好，你未使，佢未使係再講你做無好啊。แล้ว做無好時，你要做別行嘅時候，你個未使成日講上減哦。แล้ว你咁樣上好本事，伊人就白起你頭殼頂。你那是假如無你個一上減嘅時不啦，伊就好。冇啦，我唔做其他好過啦。是講你未使嘛，你心裏面想講，喲，即講我要逼伊。對。我甲你講，我不รู้嗬，我不รู้我拉塞嘛是本上本啦，我上拜啦。因為我的聲其實是快大聲，不因為愛用丹田。你係男人嘛？你是係男人？無你家睇你是用丹田，你特別用丹田嘅，無你聲袂夠也袂去嘅。你知道，所以你 imagine 者啦，你1點鐘2點鐘，那是直接用條丹田啊！你看你講話，你係有嘅，個無麥，那買啊後尾嘅時候，我去買麥嚟用咯。到甲馬路啦 ，because 馬路我本是有用，我本是有轉去像前落嚟 class 啊，你款本啦，本是 physical class 啦，所以 physical class 咧，我就是拄着中學嘅，你就哇！我甲你講嗬，knowledge session 啦，3點鐘後啦，我直條無聲嘅。哦，所以就買麥。嚇，我買麥本好啦，嗬，到本是無聲本啊，唔รู้唔知是係咪數哦，唔知是著了 COVID 啊，是安怎了啊？當今嘛，一時間一長了喎，嗬，一聲成個刷了。刷，แล้วเป็น個真正 deep แล้วจะ low。哦，食屎曉。一記就鏡我記對，แล้ว冇咩出聲，你款橋啊！你王菲唔是王菲，你唱王希嘅，王希。王希。Hello，我每日只半大吉話。我聽落安尼款講嗬。哦，有時伊嘅聲係邊個？我聽落。我聽兩安尼款講嗬，伊即個是 I think 是 depends 看啷是教蝦米人咯。Because 我頭 start 過來德國這邊嘅時啊，我也未找到工嘅時啦，我本有加冊 ，but then 我是加employees at company 安尼款啦。所以我真正 enjoy 嘅我冇講有 stress 嘅是蝦米物件。我就是教人阿毛娘啦 ，because 人德國人嘅阿毛真正差嘛，所以我 feel 到 OK 啊，我 enjoy 啊 ，because I think maybe 看伊哋會聲歌。教囡仔我成日用一字啦。哎呦，我甲你講，你教囡仔嘅 teacher 後，你人特別真正 appreciate 人嘅，教囡仔嘅 teacher 啊無用嘅哦。當今嘛，伊人佢真夠英話了，你知哦 ，because 睇那囡仔唔是講嘅，睇那囡仔真正 smart 啦。嚇，你一個表緊，因為人嘅 education 啊、物路啊，伊是 stress on 你愛表達，你知哦。伊課程啊，伊 syllabus 啊，只濟是愛你講嘅，你就特別講出來嘛。所以當佢嘅囡仔變做真正夠講話去啊。哦。然後伊真正夠英話嘛路。伊是無多無寫英話。伊是會變做成日講伊捍衛伊家己 rights 嘛，所以伊咪講咯，成日講你講伊啊，你看我都沒有做啊，成日講伊愛 protect 伊家己嘛，所以講。成日講啊，你講 defend OK 嚇 defend 伊家己，แล้ว你成日你講伊啦嗬，你啊你成日講咱講伊啦嗬，你唔應該安尼款啦嗬，แล้ว伊印到對我都沒有做到，伊安尼款呢，你就把路已經啦。哦，希望聽到個穿了。老師，你再這樣子的話，我要喊非禮了咯。喲，對，都聽見我講。喂，講啊，我我唔知冇啦，應該是冇啦，我冇做過啦，我冇做過。哎呦，我甲你講啊，嗬，哇，伊講佢一句話呢啦，嗬 ，OK， 我氣消啊咯，我是用氣消來壓伊啊啦，我就伊頭砰，佢哋做頂啦，嗬，哇，伊跪喺 center 嘅人個啦，掉車。對咯，應該你未使拍學生，特別你會使
可以看到你起航嘅關。哈，我講你講下咩物件，你講嘅一道，你講嘅一道，安尼看到啊咧就唔搞咧。我驚，我後語我唔係話本驚，我唔會叫佢。先生特別有安尼款嘅喊咯。伊特別會咧喊咩？我係嘛，點解做先生嘛是要喊咩？咩人？目睭就上人啦，下先考咧，係嘛目睭。咱年代無相，嚇當叫無相對。做先生年代啊，對，學生會驚先生。對本，當見未哦，當見。因為，你有當時嗬，I have my rights 啊，係個咯。哈，安尼款嘅，哎呦，成日講啊嗬，我問講，你是人哈還是牛？安尼款嘅時候，一個引路就一個引路，哈，當今嘅囡仔伊引路，我是人 ，OK， 伊引路安尼款嘅，然後一個做嘅一聲，我是人啦，你知有一成個講你面色看啊，然後我講下，既然你是人哈，為什麼我要對牛彈琴呢？你是不會聽我講話。哇，個好，個係教一成語都知哦。你是搞喎。一個係教成語啊，講話。你做咯，做咩先生啊？你又做引路啊？你咪掂佢咯，因為你講你是人嘛，特別我安怎是對牛彈琴嘅，我講嘅物件你都冇聽，安尼款咯。你們是要聽我唱天空是啊？老師不要唱。啊，你唱歌係嘛？一歌就出來就放你卡拉 OK，就再一點緊啦，也是。你們再這麼吵的話，老師就要唱天空啊咯。That's why 你看變咗半段愛去咯 ，sometimes OK。半啊，你講，咪請你講。冇講geram。所以你意思是有物件 cause 你做半段，所以變做。嗱，我就是會問咯，就是我講這半段嘅 topic，我感覺到嗬，咱講人半段係嗬，講別人半段真係贏嘅。特別要講到對你自己半段是啊，你是想講，你這是有影只半段，假是 something 做好你買無興趣，你變做叫佢做半段嘅。特別我有一個物件未明白，半段甲線有蝦米物件無相？它唔是咱半段咗，咱線 ，because 咱有陣時啊，咱做嗰啲物件，所以嚟你做啊，你感覺無意思，你就所以唔是講你半段咪做，你做啊，你線 ，because 你 OK，成家佢哋應該冇是叫做線咯，佢哋叫做牙咧嚇。你冇興趣啊煙牙咧嚇。你牙咯。成家 OK 加尺啦，你若是夾你見啦愛聽愛學嘅，你夾了有心嚇。啊對。你半段要做亂嘅，你正線，你唔是講你半段咪夾，你正線，你看了你唔見。你就 fed up 㗎，你講係難咯。fed up。你就是安尼款咧，嗬變做嗬半段愛去咗，我梗冇 motivation 愛去呢，แล้ว我就是啊，嗬，像เรา係阿諗響啦，嗬，我係啊直冚，梗半段一白起來嘅。你咪叫我等快樣一班幾百遍嘅。啊對咯。反正我就心裏想，我以後回去看那班幾百年。講啦，我想我更加應啊，但是我想講我應該是一個 recording，你嘅 answer 是相嘅咗，特別100個人問你。但搞到迄個點聲，聽到有人問你物件，แล้ว你ก็要笑一下，แล้วก็要解釋聽一下，你要解釋了解，你就想你做戲啊，看咯，啊點頭，answer 是相嘅，你 answer 是相嘅。你知你要講咩？一隻開喙，你就知要講咩物件了。你知講你袂啊，like 像鬼杯啦、鬼頭啦、鬼節啦，伊 check up 袂來呢，伊特別領鐳啦，你就知講是袂了嘛，所以伊想講伊直吐、直關啊，伊直殺，人會講會嘛？哦，我叫你頭家講，佢叫你頭家講嘅啦，頭未必頭家講 OK 呢，係咪？所以伊就 detail 咯，變盤一刀了，盤了就細講得嗰隻盤嗰一刀，細講得盤一刀 supervisor 個盤嗰一刀，盤到無夠，我來到我 office， 我盤特別我特別解釋在邊聽，然後我特別解釋嚟我了解你。關心你呢？我明白你會 call， 我明白你會工課，你個特別解釋特別點頭，特別你個解釋愛看時間，我唔敢看時間，我來看俾你。看 OK，no minutes 3 minutes OK 啊，你就解講啊，袂使係咪？所以真正了點聲咗，你去到主管啊，別了點聲主來主顧 ，because 阿婆意思講，咪插伊，嚇，你根本無聽。
所以你個要加死，真正了點聲誒。我要聽話，但係咱笨蛋，咁樣是有理由咯。對我嚟講是笨蛋，是咱家平常我只笨蛋煮菜，但 because 我是感覺我切菜啦，我 prepare 物件啦，30-40 minutes， 我食是無5 minutes， 我感覺無得。是笨蛋，所以有陣時啊，像我人打打問我，做咩事你會煮咗你，你咪煮咗你？我心想我這只贏嘛，我 just 加啦，煮更加贏嘛，所以我咪。咁咪煮你較贏啦。I did not invest 我點上只只，所以得啦。特別你叫我切菜啦，像古早迄個牛奶，佢切甲碎碎啊，炒菜，我食一喙落去啊，我感覺。哈。嗱，我就笨蛋啦，就咪做咯。我想到我只物件笨蛋係啥物？我只笨蛋洗衫。我 OK 是笨蛋，我只唔是甲洗衫。OK 個，折衫。我衫。我冇有衫，我看到你衫特別，我就買俾我買俾。個話冇，個講就是吊衫，你吊啊？吊較贏啊！我拍衫 ，OK。乜有贏？一條，你看個就別教啦，個咩？哎呦，當時梗係之類呢。所以我同你講啊，我就奇，我只幾年我唔係洗衫嘅。我按計試㗎，我洗緊了之後我嘅了，所以我。如果 dryer 啦 dryer， 你當時係 dryer 掉。免掉。特別我唔知做咩事，我當時正事啊，我做到尾啊，我點解正事？我感覺點解正事做到尾啊？唔知我同你講，阿 John 都有可能是射波叫嘅人嚟。哦，可能嘅，我是射波叫嘅。嚇！我有影唔知做咩事，我安尼攞洗衫㗎，我基本未了解講做咩事，安尼攞洗衫，我淨係講到。我講到我無暑假加上拜學，我咁晚啊，我係背背啊，成日會打喊我就這個日，內面衫底褲啊，底褲，我俾真真借掉，所以我估個嚟做知道，喂，冇我個冇有成錯，喂，人講，你就是一禮拜做一單咪是較少嘛，冇你 overwhelm 咯，特別我個背我即想到我都我背，所以我冇法我人教我寫。你地殼係俾姐姐แล้วทำอีก4 季節แล้วก็嚟洗啊嚇，定當時呢喂背地殼打緊3 季節嘅。Oh my god！ 成個刷咧，季節嘅，我衫嗰時打緊1 季節咧，頭嘅上件嘅日件鋪啲嘢，我是真真正。係咯，所以咪是啲錯爛杜爛咯，啲錯咯。見咯 ，because too much 啊嘛。是特別，我按時人哋看你 rationale 同我講，講你一個月一禮拜做一單咪是較硬咯，是落嘅嘛。我就想到我都安尼看咯，笨蛋咯。如果好喎，John 啊，你廚師有洗衫機係咪啊？咁樣出去洗，我個就俾出去洗，但係我就是係佢熱了咧，就係而你三巴郎啊，大郎啊，你大你三巴郎惡食嘅啊，就撥咧，就入去洗大，你大你。咁你出來買係一個洗衫機。冇買好多比色啦，做咩事買好多比色嘅？伊兩個自由路，兩個冇了，同佢問那個有多比了。我就係冇，我自己食少了啦，同佢嗰啲是自助嘅嘛，自己。不 ，service full service 水半咧，水半咧。我並冇了喎。有啦，我本身都配一間，你成呢個教育好，一 flat 你能夠，金人半段啊。對，冇會掉。這隻人老實講啦，有這隻人是做工啦，做工人啊，你成日對個來會洗衫，攞嚟啲袋啊，你嗰度洗衫拍衫咪就只，所以這隻人上出去洗就成日分。對咯，我哋後面咧，我有佢哋 wardrobe 啊，我係點塞出去個，佢哋教我更走嘢。對。幫埋嚟笑更走而家第二節幫埋佢成到啲嚟24 hours 啫。好咯，我是講我就學咯，係咪24 hours 係即係啊 service 啊 over 嚇？冇真嘅，我都講，video 我都講。你實嚟，一就你一殺到特別是爆，一 zip 起來，佢係唔知。嗱，一實嚟。
哈对，我是三句的咯。人来扣伊厝，人来洗衣衫。对，所以我係三個了，係啲裏邊，點啲裏邊，點個咧啲裏邊了，我咧要攞嚟做落嚟，要攞嚟晾，一個晾咧可是啲裏邊靠嘅，另外一個晾咧是啲用湯洗晒，係咧就是講你係水活水嘅晒嘅咧，我就是講掉 freely 啦，我點你嘢 ，freely 冇啲晾裏邊咧點你嘢話咧，就掉晒我靠啊，即係個咧我被要活嘅話，做工嘅衫，我覺得點是一邊嘢，所以一掉掉一活好事咧嚇，對你嚟講是掉掉好話係。我梗係歡喜貴啊嚇，貴啊嚇，我特個月開啊個150塊美金咯。誒別貴咯，只半我冇 feel 到貴件。我冇 feel 到貴咯，一計貴我係本地嘅了就，and then 伊是一個月燒3刀咯就。 150塊美金，一個月燒3刀呢？燒3刀呢？because 我俾佢跟住燒3刀嘅，你係俾4刀嘅5刀嘅，所以我家己一個人大嘛，所以我是10日掂一刀，10日掂一刀嘅。所以你有三個迄個圖啊，還是一個圖？冇一個呢？哦，係4點正嘅上真係。The second day 伊變到對你路嘅。哦，即係你家己個只正三圖啦，這是可以夾去寫三圖，還是這是你三圖咧？冇，我家己只正。哦，這是可以送出去，送三對來嘅圖嚟啦。所以我這裡是我掂衫嘅所在咯，所以我特種換衫咧，我頭我 shirt 嘅啦，我是自動掂啲裏邊嘢咯。OK，咁我笨蛋，我當時 still 是想未到講，我哋想到講，actually 人覺得笨蛋，覺得是有理由嘅笨蛋，特別有蝦米物件是想甲你想到講，你是永遠未笨蛋做嘅物件，是講無差你做穿啥物，你本是愛做嘅物件，good 啦，食，因為我只目睭只開呢，我就是想，哎呦，今朝我食嘅物件。我甲你講，呢個俾到大冰箱，我 exercise 我攤裏面食牛角皮啦，加是一個 ice cream。這是你 motivation，你 carrot。我 motivation 是食，咁樣是食。我sometimes 會笨蛋食本嚟啊。我本嚟笨蛋食本嚟。你笨蛋想講愛食蝦米？我是小唔知愛食蝦米嘅，可能哦。冇，唔知愛食蝦米是一項咯，แล้ว個一項就是哎呀，如果愛出去買啦，是愛去吹啦，愛去吹呀。然後你來食嚟到你面頭前，你別講笨蛋食嘛啲。有本啊，成日講嗬。我係笨蛋間咗MCO 啊，是唔是？定你知係物件，我笨蛋行出去嘢。แล้วแห่ต่อเขาเป็นแล้วฮะแห่ต่อเป็นผัดจีแล้วฮะแล้วผักกาโบพายล่ะแต่พี่อูเอมิงเกียนี่จะ講มีเป็นพองขี้咯有當時嚇你係個係เป็น一點鐘啊你看那個來去嘢你看就是你哋暖你講暖個笨蛋可以冇想下笨蛋啦笨蛋行出去嘛我都是講啊嗬托卡厝啊，你講行出去那就行，特別就是笨蛋咯。你看戲啊，你這裡唔是笨蛋，你這裡是暖咧，就笨蛋是無骨啦的意思嘛。你這裡唔是無骨啦，你冧暖啦，你是冧暖啦。哦，OK。暖是看慘過笨蛋。慘過笨蛋哦。笨蛋嗰隻理由，我是冇理由。我會安尼看咯，就是啊，我坐到佢哋聽伊嘅位啦，嗬，然後伊佢哋人來啦，嗬，講 OK 下到佢哋進步嘅位啦嚇，然後我就去 continue 看戲啊，嗬，然後愛去夾袂嚇，免啦，等者啦，你講到等咧，我就1點鐘過去啊，我當時2點鐘過去啊，咁嚟去夾，你成角水啊，本樣較。笨無靈氣，你無 enjoy food，我有時候真係食物件，我 enjoy food 啊，特別笨蛋去夾嘛，你就一直笨蛋啦，我未咯，我未咯，我就咁食。呀，我有陣時我想到物件，我就驚食，我本來頭去外邊買，我係咁樣買，when it comes to 食，但所以今日我未煮咯，我笨蛋 ，because 我感覺 like。你下接佢嘅物件，咁你夾出來啊，像 cost benefit evaluation 係冇大，特別你叫我看，呢是愛看經濟效益嘅。
你叫我一頭換車去買 take out 然後物件，我會。你講食快嘅嘛？你換車出去呢？我用是本大本啊，我用是成個講第好咧就是，OK，只借物件，人嘅你 convenience 嘅了啊，唔係講人嘅 services 嘅了是因為有人本大嘅數，人買做數啊，然後夠有出嘅塊 service 嘛，成生隻來咧厝嘅嗬。我感覺是只小嘅咯，生隻來是講穩定無好嘅事，唔咪錢啊咯。冇啦，我講冇錢。當時我點解買有物件啦？有物件成個我食你Korean fried chicken，就我得來是零嘅冇食啊。然後冇你咖喱。即係以上嘅菇嘅咩？怪菇本啊，試入個紅正啊！哎呦，上來 because 我人嘅所在 ，maybe 所在較大，所在較大嘅數啊，所以伊來教嘅時 already 冇咩錢啊，我 feel 到咯。特別點解我個無去你 air fryer，當然 air fryer 咧是伊煎嘅物件你做喺家裡去。特別我用是半段，我覺得講其實半段，我看戲嚟講下，我自了看戲啊，我會想看幾集，我咪冇點等嘅。啊，我不是。我看你連續劇啊，嚟 weekend 啊，看你58集咧，就係看個了嘅嚇，我就借咗嚟看內視先看個了去啦，看。我是 suka 安尼看你咯，我特到等係你幾個 season 了啊嚇，我未打閒來。我 suka 借咗是邊個都人講我暖了這邊。你幾個月攞得到？是啊，感覺冇起來多了。所以你阿妹明白嘅，一個月一刀是啊。啊，一仔啊，到 calendar，哦 no，你話 computer 都冇去呀，你話 video 都冇開啦，即係 Clubhouse 這邊弄。其實你講笨蛋啦，我諗啥，這是sometimes是人想 escape 嚟看門一個月一刀就。成個人，即係你 joy 嚟咯，感覺到。對啊對啊。是咯。因為嗰時借條講話呢。特別啊，one thing 啊，係你 order take out 啊，我冇暑假都真係有時咯。啊，冇意思，冇條橋。係你滾地嗰啲啊。橋半啊，咪橋攝啊，食嘅物件咧嗰條橋個。我家暑假都真係有，去下你場館去食。啊，拍卡出一走啊！下掉食，你有人紅晒喎，有啊噴水噴掉啊，哇！係你話就爽啊，你試下走，係你夾爽喎咁樣。OK，等陣講到對，你有一隻正笨蛋人，我微話教我尋，我感覺到我唔是一隻笨蛋人，特別我俾微話你係笨蛋人啊，你出接嘛笨蛋噶，你冇笨蛋愛做物件，係咩物件？我無笨蛋愛做嘅物件。嚇，所以你做笨蛋唔好，你想到愛做，哇 ，OK， 我起來做，然後只招講哎呀笨蛋愛做嘅，係咩物件？冇啊，隔了啊？冇嘅，我隔了本是笨蛋嘅。我唔曉，你安尼看問我唔曉，我講袂出，我同你講我講袂出，我冇喎。困咯，我困，我是無笨蛋困嘅咯，我其實叫我困，我未困嘅。對，下困咯，困是最好了啦。然後你講 even 啦，我真係suka啦，嗬，last time 咪是suka做 podcast 啊，然後suka做 blog 啊，咪是有笨蛋事。有個股一擺有，是講 amongst 個了物件，你唔是講你完全無啦，你第一招講有笨蛋是啥物咧 ？I think 是，若是講按款比嚟講啦，嗬，就是。做 blog 嘅物件，特別是有興趣咯，係呢物件。係你我就 lock 叮得 bell 叮得鈴嘅，叮得鈴是人無點聲，唔是笨蛋，人嘅點聲未下。有啦，人有點聲啦。你只能講快估一下，我禮拜啊，明禮拜一就去咗。And then 啊，我同你講，我啷個會做是 because 我當佢有較靜嘅所在嘛 environment 下對，特別是講有較echo淡薄啦 ，because 冇咩有。我感覺微話你教我是樣，頭殼愛用嘅物件，人都冇安尼笨蛋 ，physically 都會做嘅物件，人都笨蛋。對，頭殼愛做物件，我會做。你叫我去做啦，去做之類啦。切菜啊嚇！我就是我夾
會話象徵。喲，咁我用腦咪用下手。我不是呢，我不是呢，actually。對，我可能是象徵。爸爸想話，啊，點解差唔多想不咯啊？我只物件只本大，我甲你講。來講。你知影食啊阿莫當直來時啊，你咪就做你臭水水啊！我是你本大，特別我做了只冇着，你知水水啊！我只心，特別你叫我做嘅時候是真本大，你拖啊卡拖啊手，真慢嘅。是我啱做呢，嗱冇嚟講我冇，你usually做，那時講做冇水，我就過去撬，你去撬啊！不，但係講啊，嗱，有可能是 OK 開頭那時是可以去開，了做了冇水咧，咱家嚟去撬。我係真呢，依個在我 particular， 所以伊會問佢話 OK， 咱今年做下面物件 ，OK， 我講 OK。Because Christmas 對伊嚟講是隻要緊嘅物件，所以我講 OK， 咱會使做 OK， 特別伊。量我，伊講我咱今日買做啥濟，伊驚我 overwhelm， 伊講咱今日做淡薄錢水，你看咯，一直 start 做都 OK 咧，我是唯一伊個做，你幫我嚟講啊，我規間厝無做 decorate， 就上一年通天咁樣想嘅。安尼款咧，你安尼 artistic 嘅人，我無想。我較笨蛋嘅話 artistic 咩？所以笨蛋嘢。啲特大節就做啊嘛，都更嚟會。掉本啊，掉本。artistic 嘅了出嚟嘅了，啲接嘅了出嚟啊。有影你知，我嘅 creativity 已經特啲講為做，特別好，我當機嘛，我是真歡喜啊！咱咪見咱講學緊話咧，就講我講個字都唔記得。我係講，我當機免翕戲啊，嗬，較少翕戲啊，樣我 position 都冇啊，一般做我較只是做post production，但係是翕好了，我 edit。我有當時本條翕，個條個翕就得，定之時成啊，最近嘅時話路樣，本啲是免翕嘅，แล้ว做啊，我 idea 變做個了啲翕個了，伊個 schedule 我就人啦，所以我佢就做個了包衫包鞋，做個了翕，嗰條翕嗰條去切，我哋擺佈置伊物件，嗰條去 prepare 伊嘅道具物件，我佢就做個了，แล้ว爽是爽，I mean fun 啊 creative 本人開物件，特別好。我嗰時開始做 post production，甲人想哦，我叮當嘅是我家裡嘅，尋腦 ，OK， 嚇腦呢？我想到了，你頭先咪講有蝦米物件會安怎會去做嘅嘛？有影是有較興趣嘅物件，你就會食骨力。老實講，我啲做 teacher 那時咧，我做迄個 drama 啊 ，stage drama 那時候嚇，我會甲了物件我會甲。包個了誒，你就伊個衫啦，伊個布景啦，伊個 backdrop 啊個了啊，我會人做個了，個了布個了，參 student 做一個啦，แล้ว會去安尼款嘅咯，แล้ว我會當學堂嘅位嗬 ，from 早起啦，我會到6點。你被拉薩川咯，你錄視咪？我被拉薩川下。你做咩事？你冇接下次行假咧？係咪接下次行假？假啲得無嘛，你啷個是干嘅囡仔嚟嘛？有誒，我覺得講我啲邊年班嘅時候，我有開 speech and drama class 嘅啫，我都唔知講你係點樣做，你係嚟做輔導咪做？我唔知嘛，就唔是。但係都冇邊年班啊？even 當天本有誒，你當然你去 international school 吹，話啦。有 speech and drama classes 係full time 嘅，我講。But you have to speak England. Yes, you have to speak like English. 別啦，你我諗是華校嘅嘛。華校咪是有 private school 喎。應該是有嘅。你愛話你可，我那時我拄到我學你知咯。if 你有興趣嘅話。แล้ว我咪 contact 佢咧。你個只 creative 咧，會話話。你知哦，但係咪是做事哦？你 script 佢特別自己寫啦，แล้ว伊衫咩啊？個咧自己特別 design 嗰度，不過畫嗬你 design 人就伊唐朝嘅衫 ，because 我嚟愛做小事嘛，那是如果特別去看伊 history 呢邊嘅話，下 research 嘅了，我會做下，暫時我會做啦 ，because 呢邊嘅是有興趣嘅物件嘛，係咪看咯？特別你做古你有晒會寫咯，其實伊件唔係 professional 咯 ，actually。我一年做一道咯，一年做一道。你那是大節就做呢些咯，大節。
掉做就掉實現啦，特別前年一刀嗬，แล้วอี backdrop กันแล้ว唔是喺你寫寫啊，人看你見仔寫寫冇，我是對掉喺你中學 standard 你就咁樣做行嘅物件嘅了誒，安尼款呢？你個大是面關啦。因為我看到這沒了寫 message 呢，假估啦。你找呀？伊寫啥物啊？後尾一個是。哦，伊個喺圖書館，伊個玩這個鬼個，伊個是 librarian 後咧，半大 class 一走去嚟 library，咩都 library 有鬼咁問題鬼字的，個鬼啫。哎呦，我想話 ，OK， 所以我做嗰時候我半大啊，咩零 T 嘅是去買衫，我哋半大咧，because 佢請個幾百元。有時你愛去 try 晒時，哎呦，即係條頭下你條頭我哋成日係你。我真係好奇啊！你人成日講大領 T 那時啦，而家係真正半大講啊！嗬，喲，我特別請安尼借衫啦，安尼搞啦，我你買出門嗰個講嚇，但係做我買出門嗰條。你出門嘅，你愛出門嘅時啊，你 preparation 啊。那是換 costume 你看咯，背啦，แล้ว你褲但是個條換啦，個眼啦，個腦眼啦。當時上領是個裡面嗰度稱。แล้ว你個特別上即係超朗啦、布啦、魚啦。แล้ว特別成個 Canada， 個看你 shopping 是領還是冇領？哎呦，真係講嘅。แล้ว Canada 嘛 almost 不是領嘅喎，真係領啊，真係領啊。แล้วเรามาทำตัวสี่กุยนี้ทั้งทีมาไม่ชุดหมุยเอง立季節ไอ้講冇愛出門嘅，ตัว Ontario 古人本是這樣，你講個季節做咯，嚇，安尼，古人冇個季節做，本都冇個季節咩？古人俾節做不是哪個季節呢？你講嚇，你講嘅啊？是啦，你冇那個知啊，但是你講你一人講古人水，後來Canada水，你講也曉個了啊。即係季節有食嗰隻。這個是你個季節是是幾頭天啊？嗰個哦，鐵季節有食啊！鐵季節，垃圾是7個月，嚇7 months 啊 ！Ontario， 你講咪節頭咪節頭啊咩？แล้วมาทิศทางมาบ่มีเสียงไอ้ชุกขี้แล้วอันนี้ความมันเลยเนาะ我做咩事我大擺時我今日是去店咧我想賺去時做咗去 Costco 做住我俾600塊塊物件對嚟食物件然後 freeze 我 freeze refrigerate 然後我拖我只攞3禮拜我買出門我成日看到喎你意思是講除了做工了你就是對出啊對我真正冇時間寫見名然後我見名淡薄有時候淡薄嗰啲叫做咩啊嚇英少啦叫英少嚇英少人啊英少人特別去人哋即是往國係講往做工嘅物件所以我咪去是當然佢哋 Chinese 一邊 Kansas City Chinese Association 啊然後先正 celebration 嘛แล้ว樣請我人 because 正當我係公司有跟合作過咗咩所以就請我去 VIP 啦往時特別好面啫你別使講啊買去然後你物件所以你把得你需要人嘅點先啊所以特別做英少特別去教是老咗特別我當然就想到我個錄音嘅嚟，我嗰條期我唔知什麼，但係就講5點教我講我唔知5點，冇人講3點幾教，我未我講我個錄音錄㗎，我是拍住錄音嘅3點幾4點啊，我嗰度爭嘅話生，看你個咩 set 頭模就係咧，當然頭模等咧冇 set 尾啦，小人咧，然後嗰條爭啫啊，我哋小條那看嗬，我較好啊。我特別到啲咁考試隻爽嘅啊，停到困山嚇，佢隨講話嚇，冚開暗嘅門，響攰冚開暗嚇，講啊，10點鐘唔要緊，特別你咪叫我整隻出去嘅呢隻啊，你我隻半段喎，我當叫老我考半段。掉機啦你數，冇你當然出去，你個數又。愛請個舊啊！你看落，當然是個最檔，得20幾度下嘅啫，20幾度是 baby minus 幾度。做個你人變及
分段咯，對哦，分段下半咯，特別出門啊，條橋頭毛啊 winter 個較死咯，嚇 winter 個較死咯。summer 嘅時較硬，特別本時我啲半段，我對馬來西亞是無相，我對馬來西亞是我愛啲 holiday mood 咧就，我無相，我 mindset 無相㗎，我去得咯，我使去得咯，我到這邊嘅時啊，我是而家真正我無愛出門啊，你就是講幫我定到 work from home 嘅時嚇，我無出到門啊，我而家是完全無出到門，2-3個月我冇表見嘅。是咯，是咯。對。我對馬來西亞是大隻會出嘅，because 馬來西亞正硬啊，都清拖鞋啊，清地褲啦，拖鞋就出啦。出啦，表見。แล้วชิ้นใช้เฉยมุก冇人插路น่ะ啊，對咯，冇人管咯喎。我知道啊。US 別使錢睇停咩？特別較少啊啦，冇人插路，特別呢，我錢睇停可能。坐我今出去吼，萬山了，佢買一個幾道湯了，佢哋 uncle 講我是港人嘅咯，對唔對？伊做爛咗了㗎，就我緊係面啊！是啦，我穿一個 oversize T-shirt， 穿一個迄個3塊10條，迄個 Bermuda 褲。3塊10條，10條3塊。10條3條3條10條10條。迄個 Bermuda 褲。嚇！我哋搞成嘅呢？等，我哋即係別使講了咯，垃圾講。OK。你在講咩啫？你講，哎呀姊，你頭家是阿無人啊嗬？你甲人過驚？喲，做爛路啦，我呢？我家己驚啊！你冇快死啊？我差唔多是愛甲兩個啊，我買咗呢幾條湯。我攰之前啊，你我都冇。即係阿三老師都未講未 ？OK， 我今日攞條小影，學你啦，學你 delete email 啦，你可以人看啦。OK。แล้ว就是你，若是你看到安款嘅小影，你感覺你是唔是特別有 cost？換貴身軀，把你介出門，即個食咧我當今日啦。Oh my god！ 我當今日啊，即個是一個 weekend 呀，你知我今日你收了未？捉看咧。你寄 email 好啊？嚇 email。哎呀，啲真錄看。等我放下人看。即個是一個 weekend 呀，你知即個就是25號 Christmas Eve 到個 Christmas Day weekend 呀，就是即個安尼食。咩啊？特沙伊就報到 clubhouse。我伊到底迄個叫啊，等陣到底 email 我嚇，OK 我隻 email 咧，我叫人看你。到底你到尾到底 YouTube 嘅 not YouTube 嗰啲叫做咩啊？嗰個 Facebook 唔是，嗰個 YouTube 係 YouTube 啦嚇掉。我未記話 YouTube 嘅link 可能個等陣。哎呦，我嘅小英咧，就是阿 John 講，伊有農村，伊農村嘅事咧，我人對這邊都是安尼嘅。但係小英唔是我嘅厝啦，即是我朋友叫我人。咁了啲 compare， 咁了人就借食嘛，伊樣伊白白，咁了人是 over weekend 啦，我朋友會食，你講 OK， 我學人看啊，食橋嚟啦。伊是24號到這是26號。OK， 學人看。哎呦，死！真嘅。哎呦，死！嗱，我哋咯。哇 ，OK。Hello， 都冇看到。YouTube 啊，還是得咯？YouTube 嘛，我做 YouTube 嘅位，我一寫安尼教嘅啊。Nojit 呢？這裡是 Nojit 呢？你知哦 ？Oh my god！ already 愛砍掉你妹啊嘛！有啲人愛砍掉啊，Buffalo 嘅。Oh my god！ 伊大妹起㗎，伊大妹頂面啊！冇，即係食起個伊個 garage 嘅 roof 嘅位了，我人講乜嘢會起個呢 roof，伊就是夾一個小影，互人看。係啊，真係。你看起個。冇，即係是 because， 冇，即係是 because 啊，最近係咧有迄個 storm 嘛，唔是咩？嚇，最近嗰條。แล้ว個安尼款啊，平時是冇安尼款啊。我諗想是安尼，你唔看半條電，我那時候未大。Ontario 落雪咧呀，一落掉落潮嘅一擺。
喂，你安怎去出去？你就去屙啦，去屙。哦，你就慢慢屙。是啊，係你我今晚啊，我今晚困到厝啊，咪出去。你講，that's why 你講安尼白個 because 你只過咗一日啦，一度垃圾咩嘛？你過咗一日一度垃圾，that's why 是咯，變屙。係啊，佢哋講 Ontario 人咧，係真係骨力嚟咯。伊人愛去做工啊，伊人5點幾6點就起來。哇！是屙去屙，你看你，伊人骨力咯樣。แล้ว clear 嘅時候，係你車到來哦，你 lorry 啊，伊度架你 lorry 嚟載你，แล้ว出去咯 ，because 那是伊無載 right， 伊個載落嘅時就無位啊嘛，所以伊就俾架 lorry 嚟載就嚟食㗎แล้ว出去咯。But 你大家 front door 你就俾大家 clear 啦哦。對，哦 no， 你 clear 面是緊有 front door 呢 ，OK， 你 sidewalk 冇是你 responsibility 嚟，係你人行。你 driveway 啦 ，driveway sidewalk，not driveway sidewalk， means sidewalk 係人咯，白多咗，你條樹哦。你條家己橋呢？你就是講你袂使搬大咯，你袂使搬大橋咯，袂使。哎呦，我先咪是搬大，冇法度，日日都出去做。我當然那是講嚟講，我是教我頭嘅，講那是落大細了，我就 work from home 咩話，當兼啦，定走是未是解哦。咁我就驚，我唔是講我收身我搬大，我第一驚就是出去外口嘅路為換車是啊，伊個塗骹骨骨是我真驚到，我心我了解濟我嘅即個我 sales 就濟啦。驚係嘛？驚 accident 嚟。我驚 accident 靠一條，驚人浪路，第二條驚骨塗骹骨。驚家己袂 control， 立掉，我是你臉啊碰到霜啊，上面係 compact 嘅 snow 啊是掉嗰啲 black ice 啊，嚇死咯，骨。成個 ice skating 嘅咧咯，類似啊。類似啊，佢頂嗰啲骨，你愛袂興，你頂陣時嗱，雪島咪是掉咗這種看到雪島嘅 ice storm 咪是，哇，浪車落山是鏗啦，落頂浪頂嘅你看，為人一頭柱落啲咧 sidewalk 一頭柱袂 stop 落嚟，我驚。誒，你嗰邊有 storm 喎，但係係你人嗰邊。冇講只隻，我個就係我都好到啲 travel 掉我去隨我係指嘅我係順啊，就我順啊。所以我去 travel 對呢，係一名我就對呢啊，八點幾我對呢，我阿妹到落雪咯。拜山啦意思。嚇！我拜三對拜四落後。對。拜四78站啦，人係78站。แล้ว個 South 我個係 Southwest 嘅事啊 ，Southwest 係叫定住 Southwest 派嘅啦，你飛機 cancel 嘅啦，好嘅就係我對舊啊，喲，我拜提供嘅話。我學到看我小英都報到 refresh BDR， 即係是阿冇等值嘅事，攞曬熱。條時間 OK 就我看到你紐約嗰邊嘅嗬，我啲你是係咪來？我打電話啊！我外口嘅 furniture 差唔多一個盤啊，個攞潮滾。你看伊生日節。特別一個你免去清啦，一個你免去。冇免啊，頭整掉咧，我使我嗰條去清去用 shovel 橋。你看到那邊在搬大，你啦安裝冇法。我是你會使搬大本，你請人來掃。我嗱都叫請人啊，學你。特別你人安尼借，你嘛就俾單，有陣時你掉，你有女冇攤請人㗎？你係講。我未 imagine 講啊，成個垃圾安尼管喎，你安怎去你家己一人會咩？machine 啊，有迄個snowblower。了解啊，你知有落安款嘅點先係啊 ，hospital 正濟人着心臟病。是咯，即係人是去 shovel snow 嘅時心臟病發作。like 即係 Christmas 係你迄一站啊，三個人死咯，阿冇包租公迄邊一個講話三個人心臟病死咯，救袂掉嘛。你有一個artist，一個 celebrity， 或是有啊 Victor Snow 都上咯，係 Jeremy 係咪鬼唔知？Jeremy Renner 對，Jeremy Renner 有冇死啊？伊是可能浪什麼？伊學 snowplow 呢？呀！伊 snowplow 除落嚟，伊家己嘅。Oh my god！
哦，伊家己 snowplow，伊係多即係伊停了，伊愛扣三千嘅。OK，so snowplow 就是講伊成個駱駝車呢，特別是驢嘅生嘅，邊驢嘅細。了，伊就伊家己厝，伊家己一頂啊，因為駱駝車咪是怪大頂本呢，伊一頭出來骨啊出來弄的伊，嘢的伊，就有時都，佢變我車嘅了，佢辛苦上嘅了哈，飲死哦。我看到伊度啲 Facebook 啊不 YouTube 有報小影時就攏知啊。So that's why 啊，對我人嚟 Canada 啊 ，because of 綠色啊、絲啊、冷絲啊，即係有破糖啊。我是零時啊，是蝦米？蝦米樹？做咩樹？講人去掃生嘅是 shovel snow 是第一應到心臟病。哦，伊阿莫包解釋甲我講，伊講早起咧，人起來是咱血真高 ，because 啱啱可能冇啉水嘛，所以咱嘅血是真正 concentrated，so that's why 你食起來是我有甲半鹹片講嘛，食起來第要緊咧是啉水。你食起來幫助啊！你啉水啊！是你穿衫換衫，你特別驚有驚咯，叮當淡薄，唔通一頭衝出去。哦。你 because 你係成個人嘅血管，人嘅 veins 啊。血筋。血筋，就是成個係龍，你成個係白咁樣咯。只要你白。會痛個。呀哈，有垃圾啊，掉到係白，就是人嘅身軀嘅 plaque 嘛，人嘅 veins 你血咁樣咯。Soแล้วร่างไอ้ขวดกูเก่ากูบลินจุ้ยแล้วกูเก็กลัดอ่ะโซ่มาสิเสียอีมาสิช่องแล้วอีขวดมาช่องแล้วอุทังสิช่องเดียวแล้วไอ้เสียอีให้เลยหลากสามให้เลยแพลกอ่ะลุกขี้แล้วน่ะสิมาสิซิมจ้องแปลงแล้วอีแค่เลยเกี่ยวแค่ละแล้วน่ะสิก้องเกี่ยวที่เลยเขาขับมาสิ stroke แล้วแต่ส่วนนู้นลินจุ้ยแล้วเหรอลินจุ้ยอ่ะไอ้ชิงเด้อลูกถูกขี้ because ลุยขวดจะบัวอันนี้กับบัวอันนี้กิดเดียวแล้วลุยอุ่นตองจีโซ่ลุย muscle กันแล้วพวกกันนี่แบบให้叮當卡痛啫卡生啦卡出去做แล้วลูกก็出去because ลูกหลังจีกว้าง做工嘛有人是伊講 because of 呢，真濟人着心臟病，早起特到是安款點先是真濟人着，真可能。especially 嗰啲大婆啊，40幾歲、50幾歲是迄個是對大婆來講，第嚴重嘅點聲咯。我有甲 Bruce 講，你咪去 shovel， 所以我講你學我 shovel， 別項物件我會做，唔是講我驚做，我驚講伊去做，你知一個人嘅大隻，然後我驚講伊，唔是講心臟病本，我驚心臟病是有驚，特別我是驚伊用水骨掉把刀本是解，你知哦。所以我講我是去做，特別so far 一刀嗬，今年一刀伊家己就去做，because 我新嘅 driveway， 我就話唔是拍毛灰就新嘅拍毛灰，因為未使下 ice 啊，今年未使下 ice， 所以我唔是未使 ice。未使下你 melt 你 salt， 未使下鹽，你就未使下你 melt 啦 ice melt， แล้ว所以特別一出去做一道，伊講伊特別講你 take it easy 啊 take it easy， แล้ว伊講較應手啊 ，because 當今伊個塗骹 surface 講咧平平啊，你 shovel 就係靠過呢，伊掉個，頂到我塗骹冇平有坑有闊呢款啊，即真正歹 shovel 咯。特別我真係驚我冇咩去做。但所以講啊，較好啦，是若是講你知講是安怎點聲，你就要較早請咯。because 真濟人是趕點聲去做工，了硬來啊，講下請講。冇啦，你身軀冇 warm up 啦，冇 warm up แล้วหอ你安尼款去做啊，就真危險嘛。是啦，到時伊會袂驚嘅事嘛。伊會袂驚。叫咳咯，我有教大位翁咧 ，after 16週教我講。早起來第一要緊就是幫助啦，啉滾水。第一要緊就是幫助啉滾水。慢來。啷個有啥有蝦米物件，成講真正普通嘅物件啦，普通人做嘅物件，特別你真正笨蛋咪做喲。哇，真少。蝦米？
咱有迄个 feeling 啊，但是去做工啊，要見做工嘅人啊，啊無個是 if look 嘛 company 又要見新人啊 ，new environment 啊，要拄新人啊，又只分段啥，你特別introduce yourself 啦，一個。即係你是 introvert 本啊，你。會使講安尼本啊 ，that's why clubhouse 真正啱我啊嘛。clubhouse 佢拄到人特別叫咩技能嚇？個名技能嘅講緊嘅爽啊。哦，對咯。所以那是講，但係那是你拄你先嘅點嘅啦，是成日用 clubhouse 㗎啦，用 audio 呢，你較愛。maybe 特別唔做工冇辦法啦嘛，做工阿裝本來拄嘅啦。法人咧，別人有成個食真正普通對人食普通物件，特別你食笨蛋愛哦。食到出去嘅時啦，愛拄人，你知你就查某啦嚇，就你頭毛水水啦，啊無洗了就吹互伊打，伊家實水啊，嚇啲物件我真正笨蛋。蒸啦，蒸你食笨蛋蒸啊啊就經沙啦。經下你零零冷嘅物件，就下你earring啦，下你銀釘啦。有人是สุก啊，有人สุก嚇，我真正無สุก嘅物件，查某嘅物件，我只笨蛋。我講聽我只笨蛋係啥物？除咗洗衫嚇，洗衫只一人冇สุก是，我只笨蛋開皮。哦，對啊，你講沒有啊，開哪呢個冇開嘅。我跟你講，我係 jackpot 嗰度一年啊嘢，你夾嚟我笨蛋開皮，我唔知咩算真正笨蛋。我頂到就是做內行工，做導比加 post office 工嘅嚟，我post office 我都冇開皮啦，都冇開皮。我是做咩係你 mail 嘅咯，係 office 呀。office 開皮啦，翻 office 我真正冇事㗎，我真正見開皮，老實講開皮呢，但是講個了是學話，actually 冇，我是講個了是學話，我都係開，人叫我 Christmas 卡我冇開，我係硬開，我硬真正零二人，所以冇事㗎，一塔嘅物件，我是嗬兩禮拜啊 email 寄入來啊，我是塔。我唔愛去開，我就想到我愛開，我就冇心啊！你知唔知？你做我心情真係冇好呀，開皮洗衫。如果下個你做 secretary 話㗎，你開皮。maybe 咯。我今日有 bill 啊，咁了來是咁了就是 bills 嚟。我係 bill 咁了 online 咧 bill 咧，我冇 bill 就係 mail 嚟有嘢嘅就。我冇 understand 講下好，你開皮話咩心情冇好。哎呦，我都可以加多啩，呀 OK，actually 安尼款事，安尼款，伊唔是講開皮，你開皮是 OK one thing，開皮啊嗬，你特別去 deal with it 一定要抓。你安怎 deal 咧？係啦，你特別客家去，你客家去有你物件，有你嘅名，有你嘅地址係咪？如果就 black out 伊做啥？做係 securely 客家去，你袂使講你先使是掂起來 take 你 information 嘛？就 shred。有 shredder 我是較要緊名，我講 shred 成個 account 啊，我 account 係你物件我講 shred 啦 ，because 你就 shredder 我冇判斷 ，shredder 伊個咧插幾條，冇伊幾條嘅咧一條，伊幾條我去包，係嗰度係咧抓嘅，你咧 recycle 時間夾出去啊！哎喲，我真判斷嗰啲物件，但是講我好嘅嚟講啊，我是請工人咁我做嘅啦，嗰啲物件。如果是只直播，冇都是個，你冇個做佢哋 red 咩物件啦？係咪嚟 red 咩啊？佢哋識行哎喲，我係未打鼾呢。OK， 我做咩事？我係未打鼾就是講，人當今後啊，你係寄咪 mail，你 email 我，email 我就 delete， 我就 delete 到了呀。我佢寄下你抓，我佢就去 deal with， 你抓 recycle 你個未 recycle， 佢寄下這個 account， 然後佢就去撳我 account， 我變咗了，我就係點想都滯哦，我真係見呢，我哋未打鼾呢。我冇去 shopping 啊！即係講冇去 shopping。係我同你講啊，我若是去 shopping 啊，我就是想要。你 shop 係咩物件？是買衫買褲架，還是買食 ？Anything 買食唔夠 OK 啦，買食，because 我
我就未俾下面我就去咯。shopping 買衫下面都冇時間啦。買衫買物件買 gifts 買下面，我同你講我想要去，我直接 put off。我們想 procrastinate 咯，就是咪做物件 procrastinate。個自己了，條命話。嚇，你是半大冇出去行啦？我有出去行，唔是冇出去行，伊命我 because 伊要食餅。有我可以啊，佢咪可以啊嘛，即係你自己你攰嚟。嗰物件人半大，人做平時物件都半大。我就去 try outfit， 我更加半大。半大折衫對。我當時我姑姑一擺後，我會想淡薄想講剛好啫啊，我會，特別有人時表，有人時只線，較濟是線嘅。我想講 OK dishwasher 後dishwasher 後 unload dishwasher loading dishwasher， 我唔是講暑假，特別。我就 particular 我自己要做嘅辦法，所以我要擺時我都要擺 certain way， 所以後來我咁樣做。然後 Bruce 講一定 Bruce 講，所以後來我開始是我做 unload dishwasher 啊 ，load dishwasher 我做。伊洗衫好啊？你咪 at least 講話個表件啊，你有 dishwasher 喎，我哋攞就是係洗碗啊。你買隻 dishwasher 啦，當然有一個成個中國看嘅一隻啥，係到啲 counter 然後呢，แล้ว插電落去，然後洗得嘢。哦，小米。哈。哦 ，OK。哈，免講就代你自己冇講就濟嘛。我講聽是 dishwasher 頂到先呢，頂到我是淡薄，我冇關係，because 咱都唔捌大漢細漢大漢都唔捌用 dishwasher 嘛，嚟到美國我夠用嘛。所以變做人我就是想講 dishwasher 撩水，你聽到哪人講 dishwasher 撩水，其實 dishwasher 生水真濟，你知喎。生水啊，甲你講。嚇，伊用到對上水直洗嘛，咱這邊直搶是走個了去嘅水咋。所以變做後，較濟物件我用 dishwasher 洗啊，當佢無講直接洗一道本好，我兩人有人是兩節洗一道。嚇？天氣咩？天氣啦，特別天氣應該用咗水嘅數。嚇，啲洗是用咗水嘅，你一個砰嘅呢，了伊水嘅了會掉嘅了伊嘅。有當時有咧物件，有咧想個掉較暗嘅，我洗出來洗袂起，不有真正少啦。我頂住罐垃圾是伊垃圾誒咧邊啊咧粉啊，因為你罐只股 ，because 我用 instant pot 煮嘛，我垃圾了。我這我教人看，我垃圾有時唔是20年嘅垃圾啊，對，22年2000我看我係咧，我學人看。我唔知人看啲 video 唔知看，等陣我 try 看。我有一個 video 嗬，我翕啊，我到底我下咧，我post 互人看。我是主角，要叫人看，所以我人看隻 video， 可能看會到哈。到一個哈，我垃圾，定是一個嗬，但我可能看到，真係一個，哎呦背啊，他媽的！我講我冇聽到這句話呀！他媽的啊！等陣，我maybe export 出來有個等我 try 看。他媽的 ，OK 看。嚇俾我被 share 喎，按照 share， 我不要 share。OK，maybe 我開一個。OK， 我開一個，可能看到。YouTube 有人個少看到。等陣我去 Google Meet。特別唔知你聽到聲應該是 Google Meet。OK， 我看到一個啊，我看到一個，對，我聽到聲，聽到聲有，我讀，等，
我冇看到過呀，等陣我冇看到過，等陣。你哈哈哈哈哈！等陣 ，OK， 來，嗱，啷看佢？這唔是落雪咩？會個有啊嚇！我度喺湖啲垃圾。我話普吉落海嘅了。你看你盤子是假嘅了，你看到？係湖落咖喱。你個盤家只是假，你看到啊？對，我唔知玩咗，我倒一罐頭，我倒一壺是 mackerel， 意思。伊煮你看得幾地壺，那夾撈落去咗，我係淋巴嘅咧，佢係盤嘅，佢係就是幾多話 explode 啊，我唔拉大碗嘅。我話普吉落海嘅了。掉那是假工啊！哈，誒，當時哈，只衰啊，你掉啲咪假工啊，一個掉啲好你假工做。你做 avoid， 你就掉。七歲喎，唉。甚至成講啦 anxiety， 咁我看咁。想講夜市啊，咪學伊垃圾咪夜市累成個國家 tense， 國家做。對 muscle 就係個定起嚟嗬。我嗰另外一個物件就是講我隻骨力做嘅咧，就是變喙齒。我感覺就變喙齒咧，我是隨咗隻骨力咯。亂出去啦 ，because 我係變出去 process 嗰時係只咋，我係扛佢只。你真係細樣類出去嘅，啊！變出去嘅物件，個了你是個了特別做嘅。我媽講我是做出去嘅羅仔 ，obsess 個類出去。嚇！我是半段 floss。嚇！我是拍的，我往時半段我特別，所以當時我係 skip 上一禮拜嚟講下，我往時 skip 一日兩日啊。我想大一時啊，特別我拍的門有 floss 入邊喙齒，冇平常時我 routine 呢就是 floss 我特別一 brush。哇！喲，我第驚 floss， 我第驚。係咪？你講 floss 特別你講我特別啊？哇啦！有 ，because 我係 doctor， 我係 dentist， 我係你叫咩？唔是 nutritionist， 叫咩 ？hygienist 嚇 ，hygienist 講。都 hygiene 嚇，伊講你 floss 嘅所在甲你我特別嘅所在無相嘅講。伊講我係 floss between teeth 你 floss，but 你嘅手齒甲你嘅嘅手齒白位是用我特別 clear。對啦，特別 normally 人做一行嘅嘛，你有時 the next day 你做 the other thing 啦 ，you know， 你是alternate 啦 alternate， 我是 usually 是做個了啦，我骨力是做個了咯，我冇骨力是我 skip 我特別了個那 floss 加 brush 啊。呀，骨力咯，哇！係你話骨力咯，真正愛佢我冇咩愛做啊，本樣嘢，啊你是為咗要搞出去嘅事啊，驚出去拍事。裝之前就是人，咁樣攞人講是無數個 floss 是就是阿三垃圾加白青啊，還是我咁啲？我冇無數個，特別是掉逼掉。我唔是講數個本啊，是講我關事啊，我有時顧啦做咯，我無數個特別我唔照做啦。我 floss 是 because 我，若是我無 floss， 我驚講我去迄個。我每我係時我歹勢講我冇做 ，because 我只歹勢，我個咪講騙話 ，so 因為 do you floss 時候咪講 sometimes 一個月 floss 攞5蚊水啊嚇，你係 floss 3刀，你看咯 every other day 啊，你看你個四個梅話 how often 對 ，2 times a week， 你個講 yeah how often， 我講。every other day 這是條啲咋，但啲條啲俾每日是不好咯 accountable 咋。你手機，特別我那時候老我們就較高較濟，但不過我那時候手機上較愛拍呢。OK， 我要小打，我等半段我嗰度要去做個帶，佢哋去應酬。佢係做嘅，你看我佢就情緒水去做嘅應酬人。
我梗係買去呢咋，我是唔想愛去嘅一個零。有物件食啊？有物件食，我幹嘛買食？我本多去跳樓啊！食嘢。伊是想去伊個 hall 啊，看啦，成個伊就 VIP dinner 呢，所以有參加，有參加了，讓成個頒獎啊啦，可能 appreciate 伊個咧 sponsors partners 成個款嘅物件啦，你知啦咧，社團嘅物件，我就本段款嘅物件，嚇？我是我看有參加，我就去；若是無參加，我就唔去啊。就是有參加咯，了 maybe show maybe 我買 stay 我拍攝 maybe 佢show 佢大概10分鐘半鐘會冚下就對啊。呢個咪表演啊跳舞啊咪แล้ว就喲。無咧有好食哦，伊只是成個長人嘅，另款題材嘅。無講真正好食咯，若是講真好食，我 at least look forward to 成個咱只話，若是講迄只吹壺啊，那款嘅物件，只好料物件，我會成個哇 OK 去食啫。當今咪即是普通啊，長人 restaurant 啊，然後咧 maybe 是安尼，特別有本地見到我去過炒大蝦面。我就夾去呢，笑啫咯，哎呀！去啦，但係有夠長人食，佢買去。我諗這邊是 usually 長人食本無嘅時候，第一件是好你食咧阿毛嘅 sandwiches 啊 order。我這是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所以特別有淡薄。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咯。maybe 有爆虎啊，有虎翅啊，爆晒啦有啊爆。龍蝦。Orange chicken 可以食。Orange chicken 個頭潮嗰度。Crab Rangoon 啊咯 ，Crab Rangoon， 聽到是一直想呢 ，because it's Chinese restaurant sponsor 嘛，所以成日咧炒米啊，炒唔定之時，我講伊成炒成雜菜特別有大蝦，แล้ว伊成個有咧春餅，唔是春餅咧叫咩？薄餅，那款煎薄餅煎，那款物件咯。今年無看你 sponsor 是裝啦，我唔知伊嘅 food 係咩。哦，伊唔是成個人請。冇你好食咧嚇，善咯！我計就特擺，OK，今年我冇去，哎呦，少嗰度青馬數，我驚掉 Covid 喎。No wonder 你買去啦，冇好食。是咯，唔是講冇好食啦，是講冇成個人哇，就講伊物件真正特別嚟講，哇，要去咯。OK 啦，我都要少打個善人嗰度去，去爭英話曬吹頭毛面。at least 咱落冇啊，咱落個了4 episode 嗬，即係其實較早啊，咱good 啦，啵落個了嗬，點播正都冇貴，個了點播正就冚大咧數。定住講個笑是講個我點播正嘅啊，咱 podcast 有當時老實講，今日我是用一淡薄半段錄音，我平常時是安尼10年10幾年嚟講，我是 good 啦錄音幾點嗬。今日winter 7點早起就醒起來了，我想到我可能要去做雞幾咩？你唔能講去做雞啦，我去做公關，去做咧 escort， 做雞工。唔知咯，閒一頓話。Anyway， 今日我淡薄半段要錄音，特別我真 start 咧就 OK 啊，是講我早起成日病出來啊，6點幾啊，病起來冇看我哇，幾多分鐘。因為我幫晒數，OK 啦，我介紹直接要拖一份大氣啦 ，OK， 感謝各位聽眾，對，條 Covid 啦，嚇，一度講你條 Covid， 唔係猜大家嚟試，睇你真係掉試，大家嚟試，我正當時咧，我一年冇去，我特登對到時去一年啊，然後一年冇去啊，今年冇個。第2年，舊年有做一個 in person 嘅，特別落雪，兩人 cancel 啊，唔 postpone 了，我冇去。然後今年呢，天時嗰個冇嗰好啊，平常時但年是落雪啊，落咩了我都冇去。然後今年天時嗰好，嗰冇 excuse 嗰度去。然後頭一擺正大型做 in person 咯，所以我就冇驚，我點解就請 mask 本啊？當然我驚，你去可能你學請 mask 上身，目睭看路，你可能會有。特別嗰陣是等人啦，係就是，我點解冇嚟拍攝啦？嗬。OK，我請媽生個隻嚇冇隻咯，冇請媽是條頭咯。我成日呢個 minimize 帶嘛。
去啦，去食了去爽者，可能甲你讲恭喜發財，你本爽者。嗱，是講我是有冇，特別我個只年過舊年尾個當然冇食掉，我唔知食。哦，講掉，我見住初一嘅食嘅。你要做啊未？佢咩嘅要做？哦。OK 啦，感謝大家，我去困，唔係去困，去做嘢。感謝阿你快再見，拜拜，大家拜拜，恭喜發財，恭喜發財。